今年3月，在台北信义区发生宝林地色放弃热霜中毒的案件，造成6个人死亡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最近有完成头一站死亡个案的调解，是一名外籍的受害者。这家属有向台北市法务局申请消费争议调解，调解有成立。日后，这受害者或者是死者的家属，都会当照这款的方式来调解，和消基会所提出的团体诉讼会当做伙来进行。宝林地色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爆发到即阵，其中一个外籍受害者死亡个案，家属向台北市法务局申请消费争议调解。经过4场调解会议，3个月时间，可因为牵涉百货业者美食工厂的保险责任分担，另外开10多场的保险理赔争议研商会议，保险公司同意启动相关理赔的赔付机制。我们有先达成第一类的，第一案的死者被害人的家属有跟业者还有保险公司达成和解。好，那目前和解的内容已经送法院核定。调解成立了后，因为保险公司甲业者中间理算已经有一个用参考，北市府也甲相关的信息甲其他受害者甲死者家属讲，政府已经有4位死者的家属也计划提出申请，陆续参加调解庭书。消费局讲，本来6位死者家庭状况无同款，有个案是家庭主要劳动的人口，也是经济主要负担者。未来其他个案若是进入到调解过程，会依照状况甲保险公司来协商。也拿市府新贷出的医疗费用大约984万块，也已经提起要求赔偿的民事的官司。这一笔费用上来讲的话，那我们也绝对是在代位求偿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也希望在整体后续的一个这个赔偿的支用当中来讲的话，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来偿还这笔费用。市府特别强调，受害者申请市府调解庭书，甲参与消基会团体官司，拢是独立的庭书，会使同时双边来进行。市府尊重每一位受害者甲死者家属意愿，会尽力来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